争风吃醋哎呀，拍赢才会使甲伊。伊若拍赢吼，不但会当得到食物啦吼，嘛会当得到迄某的伊的迄个认同，甲交配权。嘿，对。甲欠进来了吧？老师啊，那是输啊！我赢。对啊，输啊，就紧闹跑啊，嘿，对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陆家久啊吼，伊一生啊吼，伊上大的使命啊吼，就是传宗接代。嘿，啊，所以啊吼，伊讲的吼，伊通常咧用足深情的方式，按后壁甲母的人的。环抱。嘿，对。啊，然后伊会点出伊的绝招。哎呦，什么绝招？对，原文伊绝招吼是连瑞奇马丁啊吼，迄电臀王子啊吼，伊嘛甘拜下风。就是迄超级电臀。哦，伊是超级电臀哦。伊会像迄个掠铃椅啊吼，安尼快速的震动。哎呦，快速震动。啊，去得到吼母虫啊吼，伊会认同。啊，伊若母虫若无认同啊吼，伊用后骹甲。一直会甲踢走，可以向开啊，那就讲我无介意甲踢在面身骹共意思安尼。所以爱动足紧的，伊才会接受。嘿，对。伊若讲个甲母的啊吼，伊若交配了，伊讲个吼，伊就精尽宠亡啊。嘿，迄就是伊的寿命。嘿，伊春头一礼拜寿命尔。